大家好，今日我哋分享嘅書係《晶片戰爭》呢本書，佢嘅作者係克里斯米納。作者介紹，佢嘅專業係國際史、總體經濟、地緣政治。寫書原因就係佢發現咗研究嗰個美蘇冷戰期嗰陣時，發現半導體係扮演住最關鍵嘅角色。我認為呢本書嘅可信程度係高。第一，因為作者採訪咗上百位晶片嘅相關人士。第二，呢本書有大量嘅參考文獻，總共係有409件嘅。第三，呢本書橫跨咗好多歷史同埋國家。首先我哋講到咩係半導體，點解要製作？起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轟炸機嘅準確性低，超級電腦嘅面積大，故障率高，所以佢就為咗改善呢個問題，所以就製作咗一個前身叫做電晶體。電晶體嘅好處有3個：可靠、面積小、性能更高。壞處就係造價比較高嘅，所以科學家提出咗解決方法，將幾粒電晶體放喺一片硅膠片裏邊，就稱為晶片啦。喺我睇呢本書之前，有2個疑問嘅，就係去美國化會唔會成功？台積電於美國設廠，龜盾嘅保護力有幾耐？台灣嘅地位係咪不可取代？內文主旨1，文中嘅重點就係講到晶片係新嘅石油，佢喺經濟、軍事、人工智能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位。第二，地緣科技戰，佢喺商業、國家博弈同埋全球權力平衡裏邊有一個重大嘅地位。點解呢？第一點，競爭嘅根源，技術即係權力。簡單啲嚟講，就係先進嘅製程，即係半導體技術啦。然之後佢就等於軍事經濟嘅優勢來源。先進者就等於領導住 AI， 就可以主導住 AI 量子計算嗰種未來嘅產業。但係佢好似極高嘅門檻，所以需要頂尖人才同埋長期技術嘅累積，自然佢就會令到天然壟斷同埋後進者會極難超越前頭。第三，關鍵瓶頸，唯一嘅工具係喺荷蘭 ASML 嘅 EUV 光刻機先可以製作到一個高精度嘅晶片。第二點，全球供應鏈，即係嗰個競爭嘅舞台，佢有住一個專業性同埋集中性。好處就係供應鏈可以基於呢啲專業性同埋集中性嘅高，去帶出一個高嘅效率。佢嘅步驟就分為第一點，由美國去設計，再運入去台灣製作，然之後設備就由歐洲去產出。咁樣佢地理集中性可以帶出一個好高嘅一個效率。然而地理集中性，台灣係絕對持有主導嘅地位嘅，後面會帶出一個好大嘅一個缺點。第二項，效率同埋韌性嘅矛盾，佢專業化係高，集中化係高，佢效率所以就高。但係如果出現咗啲政治動盪，例如台灣或者自然災害，例如喺日本，佢就會引起一場全球性嘅經濟危機。第三點，地緣政治，即係競爭嘅驅動力。第一，國家嘅安全化。由於呢個晶片技術係一個好重要，佢會影響住上述提到嘅經濟、軍事同埋人工智能呢3點，所以佢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物資，同石油同埋鋼鐵係同等嘅。第二，全球化到集團化，有幾個例子嘅。美國就利用咗
一個叫做《晶片與科學法案》嘅一個法案，去補貼咗本土，並聯合中荷對中國實施咗一種叫做小院高牆式嘅打擊。第二個例子，中國就舉國去追求半導體嘅自主，以突破上述提到嘅美國對中國嘅封鎖。結果就係令到全球供應鏈從一體化分裂成以美同埋中兩個體系，即係一個世界兩個系統。呢度有一個概念嘅關聯圖啦。大家可以見到科技同埋地緣政治，由於半導體嘅戰略價值係使其他成為咗一個政治嘅焦點，所以因為台積電同埋 ASML 嘅科技上有種不可嘅替代性，所以佢哋成為咗各個博弈嘅一個核心點，就自然咗有一個國家安全同埋霸權嘅影響。第二點，地緣政治同埋供應鏈嘅方面，出於咗為國家安全嘅焦慮，各個國家就動用咗政策，即係上述提到咗美國嘅嗰啲補貼啊，就推動咗有岸外包同埋本土化嘅製作。第三，供應鏈同埋仲有科學地緣政治嘅關係，供應鏈嘅脆弱就反而就加劇咗地緣政治嘅競爭，例如對台海穩定嘅極度關切，同時供應鏈重組會增加成本，可能會拖慢全球科技嘅創新速度。總結呢三個概念：地緣政治、全球供應鏈同埋咗半導體技術，形成咗一個緊密嘅閉環。半導體技術就造成咗一個戰略價值，點燃咗地緣政治嘅競爭。而地緣政治嘅博弈又強力塑造咗全球供應鏈嘅樣貌，而供應鏈嘅穩定同埋仲有否決咗，最終決定住半導體技術可唔可以繼續進步。我認為理解呢場晶片戰爭就係理解呢三者嘅動態循環。最後咁，我認為呢本書係值得一讀嘅，因為佢可以令到讀者有一種多角度思考不同範疇而會引起嘅連鎖反應嘅一個思考嘅過程。例如你可以思考到半導體技術係點樣影響住全球供應鏈。第二個 AI 世代嘅出現，其實呢場晶片技術都係影響住依家 AI 世代嘅發展。如果讀者讀咗呢本書之後，佢就可以更加去密切關注到依家各個國家嘅博弈，反而就會可以讓佢嘅對未來嘅策劃會有更加好嘅一個諗法。呢個就係我對呢本書嘅讀感。多謝大家。